呢個係練大髀內側嘅，坐住每日做20下，做慢啲做慢啲 ，OK。呢個就係單邊，所以左腳先推入去，右腳固定啊。OK，呢個係練大髀外側嘅力啊。所以重複另外一個腿咯，另外一個腳咯。如果放喺大腿之間呢，咁樣個大腿就比較食力咯。呢個練大腿內側。OK， 如果固定一邊，另外一邊發力推入去，咁樣呢，右腿就會練到內側同埋外側都有感覺啦。OK， 每樣重複做20擺，做慢啲。